大家好啦，今日咧就想分享下咧來法先咧關於一個即係修行要有一個好師傅嘅重要性嘅文章啦。咁喺當中其實呢個亦都係佢一個去接受訪問時，即係講翻回憶起同上人一齊嘅日子啦。咁佢度講嘅，咁咧就係佢話咧一個菩薩咧，其實咧佢可以同一時間做好多事。咁佢嘅感覺就係當上人講道或者講一句說話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同一時間針對咗好多唔同聽眾嘅需求，就好似咧佢可以將佢自己嘅頻道搬去每一個人，對住每一個人咁樣嘅。咁所以咧，當佢講一樣嘢嘅時候咧，就好多人咧同時間咧都會感覺到咧。係啦，上人係對佢講嘅，咁所以咧呢個係佢覺得一個好奇妙嘅狀態嚟嘅。然佢當中咧，佢就可以咁樣講翻，就係佢其實咧自己係喺唔同嘅道場嗰度，因為佢當中離開過講堂幾年啦。之前其實佢未去上人之前，亦都揾過唔同嘅師傅啦，去過唔同嘅所謂嘅唔同宗教嘅團體嘅地方啦。咁喺當中咧，佢就講啦，即係雖然有啲人有啲特別嘅能力，有啲有治病，有啲人通靈啊嗰啲，但係咧佢基本上咧就覺得佢哋就好似佢哋並非知道所有嘢嘅全部，亦可能知咗少少啦。咁所以咧，佢覺得你要開悟咧，就好似一個好似人哋太空訓練咁樣，你要做好多苦功。咁咧並非咧就話你連駕駛執照都冇咧，就可以教人咧點樣去揸飛機，咁非常之危險。咁所以咧佢嗰個咧就講翻啦，即係佢對上人嘅一個好特別嘅觀察啦。佢講咧，佢話咧上人咧就係咧佢第一次見到上人嘅時候咧，基本上咧佢就有一個好覺得呢個人咧非常之特別。然後咧呢樣咧就係講係啦，即係佢自己係啦。咁咧就話咧，當佢第一次見到上人咧，佢就覺得呢個人真係非常特別，特別到一個咩地步咧？佢話當佢睇住佢上人嗰對眼嘅時候咧，佢覺得上人隻眼咧同佢嘅身體係冇連結，係分開嘅。所以咧佢只係覺得呢個上人係用咗佢呢個身體去作為一個工具。以至咧就話人見到佢嘅時候，佢係一個人啦，咁唔好嚇親人。所以咧就令到令到佢可以用呢個身體去接觸唔同嘅人啊。所以咧佢覺得咧呢個身體只係佢即係上人啦，可以隨時拎起同放低嘅嘢。然後咧，即係佢又講呢種感覺咧，係一個好純粹嘅直覺嚟嘅，好難形容咧。點解佢會有一種咁嘅感覺嘅？跟住咧，佢都講話，基本上咧，因為佢接觸過好多唔同嘅宗教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佢最重視嘅咧，唔係表面上嘅教理啦，而係睇下呢個人咧，究竟咧佢本身有冇開悟啊？而喺當中咧，佢咧就講喺呢個嘅教門入面咧，因為咧其實咧上人都成日講啦，即係佛學咧係一種知行合一嘅，即係唔係你淨係知道個理論，而最重要係個實踐嗰度。所以咧佢就講咧，即係上人成日講禪宗係一個最難，但係亦都最直接嘅開悟嘅法門嚟嘅。但係由於佢實在太難到就好似人哋啲太空人訓練咁，你需要極其專業嘅訓練啦。你先至有機會可能咧可以成為一個即係合格嘅太空人，終於可以上到太空啦。
咁並非咧就係話你咧盲修瞎練咧，你有機會可以做到嘅嘢嚟嘅。咁啊，跟住咧，所以咧佢就覺得自己係啦，即係好幸運啦。咁啊有機會就跟住上人去修行啦。咁咧其實咧就講係啦，即係講咧呢個嘅修行要跟一個好師傅嘅問題咧，其實咧就反而咧自己就想分享一個故事。咁咧就話咧，其實上人成日提我哋咧就唔好亂跑道場，特別喺現代。咁呢個咧亦都係我最近啦，咁聽到一位咧中國嘅佛友啦，即係內地嘅佛友，咁佢咧係分享佢自己嘅故事嚟嘅。咁咧就話咧，佢嗰陣時咧就去一個終南山啦，好多人都知非常名山啦，好多隱士啦。咁嗰陣時咧，佢就慕名去一間都幾好出名嘅廟啦，咁嗰度去修行嘅。咁當中就有一位咧100幾歲嘅老比丘啦喺嗰度，咁所以咧啲人咧非常多人咧就去慕名去嗰間廟度修行啦。佢亦都喺嗰度咧住咗幾個月修行啦。咁我第一次見佢嘅時候咧，佢咧就好讚歎嘅話個終南山好靚啊，基本上就好聖地啊，好各樣嘢啦。咁後來咧我就再見到佢嘅時候咧，佢就同我講啦，咁咧佢話咧佢最近咧就遇到即係佢之前喺嗰間廟度，終南山嗰間廟度咧一齊修行嘅一個比丘尼啦。咁個比丘尼咧後來就同佢講，佢話個廟度咧基本上咧就所有好多人啊，係咪所有人就唔知，都已經被控制咗。咁所謂嘅被控制咧，就好多女眾都成為你嘅小老婆啦。咁於是咧就佢唔知道當中佢哋係用咩被控制啦，究竟係用蠱毒啊，用咒術啦。但係咧總之咧當中其實就牽涉咗一種即係有一種嘅方法啦，即係去控制啲人啦。然後呢個比丘尼咧，亦都好辛苦咁咧，先掙脫咗咧呢啲叫所謂嘅控制啦，而走咗出嚟。咁咧呢件事咧，聽到咧都令人好心寒嘅。咁即係咧聽落，即係講就講到好好啊，又風光優美啊，又即係又好似好好修行地方，但係實際上入面咧，你入咗去咧，究竟變成咩樣咧？其實係唔知道嘅。咁上人嗰陣時咧，其實如果有睇過佢嗰啲即係好多人求佢咧，其實不少都係喺跟唔同嘅去道場啊，去咗唔同嘅師傅啊，之後俾人咧就落蠱啊、落毒啊、鬼上身啊、魔上身啊一大堆。咁所以咧，即係咧喺當中，其實來法師都提醒，即係基本上咧揾師傅，其實咧就喺佛就喺修練上咧係一個非常重要。咁但係咧亂跑道場揾錯師傅，亦都好大機會引起好嚴重嘅後果嘅。这里半山呢有一个就是万佛堂那个越南的，他这个弟弟77年在洛杉矶的太平庙出家2年以后就到这个印度去。在印度住了8年，在印度荷兰大学读书，就遇到一个印度的女人，就和他结婚了。结婚了怎么样呢？这个女人会落杠头，就给他落杠头了。落杠头之后啊，他一定要听这个女人的话，这个女人的话他就有病，就不舒服。这样他就各处去找这个印度的那个咒师，专门持咒的那个密宗的咒师啊，
找了25个人，25个都是很有名的，求这25个人给他破他这个杠头，就是放火。这杠头这25个正式说他没有法子救他们，除了佛尔外，没有人能可以救他。那么他又到塞巴巴了，塞巴巴专门偷东西，怎么偷呢？他这空着手腕是空中这么一抓就可以抓来东西，就拿来东西，就这么大本事，跟他2年，这塞巴巴也没有办法，也救不了他，因为他这个女人放这个口啊是很厉害，是什么呢？是一个蛤蟆，他总觉得这蛤蟆在他肚里转来转去的，跳上跳下，这么样子弄得他不舒服。那样子呢，那以后就回到美国来了，但是他每个月要给这个女人寄钱去，如果1个月不寄，那他这病就发作，那么这个女人什么时候叫他回去，他又要回去，不回去也就病得不得了。那么他这个姐姐跟着我出家就对他说，你这个种这种魔，除非我师父可以救你，不然的时候你是不行的。他就想找我去，这么好几年，他到万华城，我就不在那，跟我在那儿他又走了，这么多年都这样。但这一次呢，他就礼拜3到了金山寺那儿等着我，我给他弄一弄，他说轻松好多了，就像身上那个负担都没有了似的。回去，回到家里去，没有听到他说，当然是可以好的。南洋一带也厉害啊，都是有不可思议的境界，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呀，泰国小乘的和尚都会，所以你们跟着小乘和尚也要小心一点。他很多有的都受成控制啊。不晓得。他都跟那个叫什么师兄？朋友带的兄弟。路上我去叫你常常你不找他去，不到他那拜佛，你生病。